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下午要用的袋子，3点之前必须交给我。哦。啊，3点。帮你保守那么重要的秘密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！哎，小飞，又有人来送向日葵啊？是啊，繁星叫我扔掉，被我留下来了。这么好的花，扔掉多可惜啊！反正我们又不过敏，放在这儿好了。等一下，你说叶繁星她对向日葵过敏？啊，他一闻到这个花的味道就不停地打喷嚏啊，所以从来不敢碰它。喂，把素材袋拿给我，现在。现在？对。好，好，好。我的手机，上回你抢了我的风头，这回我让你加倍奉还。今年最大的一笔慈善基金，金额为800万，它将何去何从？喂，啊，龚总监，没有啊，在直播。哦，知道了。小飞，小飞，赶紧把直播切掉，换成备用节目，快！龚总监，为什么把我节目突然停掉了呢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什么事情你还不知道是不是？啊？我问你，慈善基金总额到底是多少？800万呢？不是吗？姐姐啊，是8000万呐！这稿子明明播出去之前是校对过的。对不起啊，龚总监，我对不起有用吗？这件事情必须追责，如果找不到责任人，你们繁星工作室一起受罚。好。数据分析你怎么做的？按照你给我的视频素材整理的啊。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但是你不要在节目上动手脚啊！哎，就算我对你再有意见，我也不至于做出这种事啊！这些数据我明明检查了3遍，怎么可能出错啊？检查了3遍，你自己看，白纸黑字写在上面，看我是不是冤枉了你？奇怪，不可能啊！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会这样，就说明你这个人没有担当，没有责任。那你呢？我承认我错了，但作为资深主持人，
你念稿子经过脑子了吗？一个只会念稿的主持人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主持人。我配不配当一个主持人，轮不到你这个连基本问题都会犯错的人来评论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主持人，所以幕后犯的所有错误都可能让台前来担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现在就可以上网看看，我是不是已经被骂得狗血淋头了？你觉得你配吗？好，你来帮我承担，你出来公开道歉，说是你的问题，你可以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节目已经造成播出事故了，谁的问题谁来承担。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哎，别，繁星，别冲动嘛。是啊，繁星姐，副夏进步挺大的，给他次机会吧。这样吧，我来承担责任，别让副夏走了。你不要跟他一样吗？你不用为我担这个责任。虽然我是个新人，但我还知道“责任”这2个字怎么写。不过，这是白纸黑字的事。我同意辞职。清者自清。还有，叶繁星，我告诉你，我为了待在这里，已经勉强自己做了很多不想做的事情，但我不会没有底线。亲爱的，你今天背的这个包包好漂亮啊！有机会送给你。好呀，谢谢。我约了今天的 VIP 试穿，所以我们可以一件一件慢慢试。太好了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李主播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新来的 VIP 导购助理4月，今天由4月为您服务。4月，这是李主播和他的朋友。是你呀？还真是冤家路窄呀。李主播好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在这为难你，因为我跟你不同 level， 所以我不会随时随地的像你一样爆发神经病。还有就是，请问你们堂堂的阳光百货是没人了吗？竟然找这么一个没素质的疯丫头来做 VIP 的 service。我听同事说，你跟叶繁星很熟。原来如此，她的手臂还伸得够长的。就是，这个地方是我凭自己实力考进来的，跟繁星姐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听到了吗？这么吵，就是你们对 VIP 的服务宗旨吗？对不起，李主播，我会好好教育他的。给我倒杯茶，我要渴死了。4月，快去，快去啊！还繁星姐呢？就算贴上个叶繁星有什么用？她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。怎么了？那个叶繁星不是一直喜欢出风头吗？现在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，就给了我一个机会。我在她直播的重要稿件里面，直接给她抹掉了一个0，给她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播出事故。真有你的，限量款哎！我让你倒杯茶，你意见很大啊？没有啊。这件在这儿买大了，拜托帮我修改一下腰身。这里的 size 他们都知道。下去啊！好。这个态度我也真是醉了。这件很适合你啊，蓝色本来就是你的最爱，我送你吧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今天是来帮你挑衣服的嘛。你看一下。没事。
也是非礼呀！你干嘛干嘛干嘛？我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非礼你呢？那你干嘛要抱抱我啊？如果我不抱抱你，他们都会把持不住的。为什么？你的裙子破了，快走啊！快！快点儿啊！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也没什么事，我就想问一下，繁星姐没事吧？他能有什么事？是我被开除。你被开除了？对啊，整天忍辱负重，不干就不干啊。难道繁星姐不知道是李宝英搞的鬼？你说什么？是李宝英偷改了你的数据啊！我亲耳听到的。难道繁星姐不知道？没搞清楚就让我背黑锅，这事儿我一定要跟他掰扯清楚。哎呀，繁星姐也是不知道情况才开除你的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一会儿给她打个电话说明情况。我要他当面跟我道歉。喂，这不是韩哥的车吗？怪不得你要开除我。傅夏因为工作的失误被开除了。谢了。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谢啊？喂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好吧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处理。拜。怎么了？这个我可能要回收一下。傅夏被冤枉了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自己没有调查清楚。反正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待在 Showtime。现在事情已经定局了，你又何必追回呢？那不一样。如果是他做错了事情，那他当然应该走。但是，他背了黑锅，哎，我是他的领导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？就算是要走，也要等他自己知难而退吧。好，我知道你的原则，将来要留要走，也就看他自己表现了。今天我知道了，去忙吧。么么哒，拜拜。小飞，你现在马上去一趟人事部，把傅夏的辞职报告撤回来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赶紧。哦，好。我要你跟我道歉。我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跟你道歉？数据是李宝英偷偷改掉的，你不信你可以找他来对质啊。就算是李宝英，我也没有骂错。数据是在你手上出的问题，这就是你工作的失职。好，我承认是我的失职，我道歉。但你呢？我之所以处处让着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至少有能力，值得我尊重。但现在看来，你什么都听萧寒的，你根本就是领导的一条忠犬。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，我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不过我想奉劝你一句，如果你还是现在这个脾气，还是改不掉你的浮躁，你是绝对不可能在 Showtime 站稳脚跟的，更加不可能证明你的能力。慢走，不送。
叶繁星，朕这冤枉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惨了！哎，就算我要走，你也不用慌成这样啊！啊，我是来扔向日葵的。繁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整个人就过敏了，脸肿得像猪头一样，就……啊，怎么跑得比我还快啊？你有看见叶机器吗？什么叶机器？叶繁星啊！他去演播室了。他不是严重过敏吗？他硬生生的输了2瓶过敏药，就这样撑着了，跟平常一样上场。我告诉你，5年，繁星从来没有耽误过1次节目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啊，对了，你被开除的信他追回来了，他把责任揽下来，说他自己搞错了，没看清楚。大男人，随身携带创可贴，居然还是海绵宝宝，你也太幼稚了吧！怎么了？我就奇怪了，你怎么知道全公司都是向日葵啊？不会是你搞的鬼吧？谁知道你过敏这么严重，还这么拼命工作，连命都不要了？算了，反正你可以趁这个机会把我开除了。我不是那种公报私仇的人，好好干吧。而且，你当初如果承认错误，跟我道个歉，你现在就不会这样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行动上的道歉远远比语言上来的要实际。你像我这个人，就是只看结果，不听你怎么说，只看你怎么做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助理。加油！助理？哎，我是你的助理？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哦，我就说嘛，繁星姐是个特别有担当的人。所以我请她喝咖啡啊，也算是一杯咖啡泯恩仇了，对吧？谁要跟你泯恩仇啊？我是为了4月而来的。就是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每天都要来咖啡店打工，是不是因为妈妈身体不好，所以要贴补家用？我妈身体已经好多了。对了，繁星姐，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吧，我妈做的饭可好吃了。刚好我们也想为上次的事情谢谢你呢。好啊，待会儿我去看看阿姨。那就这么决定了。决定了。
我们2个去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阿姨好。叶主播，你好。阿姨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劳烦你记挂。妈，今天呢，我要请繁星姐吃饭。第一呢，感谢你给我找了这么好的工作；第二呢，也谢谢你帮我照顾我妈妈。没有。所以，妈，你要做一顿史上最好吃的饭菜。你就放心吧，妈妈去给你们烧排骨，烧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哎，我真的最爱吃排骨，阿姨怎么知道的？是不是你说的？我好像没有哎。总之呢，我妈做的排骨特别好吃，你吃了一定会喜欢的。好，那你们先坐一会儿，我去给你们烧排骨啊。来，阿姨辛苦了，今天有口福喽。姐姐，你先坐，我去拿我小时候的照片，跟你聊聊我小时候。看看你小时候什么样。哎，思月，你说这小时候的照片有什么看头啊？怎么了，妈？你看那个时候，妈的脸是那个样子，这会把人家叶主播吓坏的。哎呀，妈，你别担心了，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妈妈。今天我们刚好到了一批新款，你是第一个来挑选的。好。思月，今天临时增加了崔教授的预约，交给你了。崔教授你好。李组长，原来你今天没有时间接待我的，早知道我就不浪费时间过来了。啊，当然不是了，崔教授。只不过4月之前的表现一直很好，很多 VIP 客户啊都点名要求让他服务，所以我才把4月推荐给您的。您看，那些作品啊都是4月的搭配。那没办法了，就他吧。崔教授，您看这套衣服怎么样？哦，我要的是年轻人的款式。年轻人的款式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真的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呢，眼睛大大的，皮肤白白的，眼睫毛长长的，而且声音是甜甜的。您不是给繁星姐买衣服吗？不要自作聪明了，我是给我女儿买。繁星姐不就是你女儿吗？我知道了。可以，帮我包起来。好。这什么？哎呀，怎么可以有针在这里啊？我女儿穿的时候会扎到她的，还说什么 VIP 服务？啊！我投诉你！哎，崔教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崔教授，崔教授，哦，你来的正好。是衣服不满意还是？他刚刚帮我包衣服的时候有一个针在里面，你看，还有血。我真的不认为这种粗心大意的人可以有能力做到 VIP 导购室的助理工作。这件事我一定要追究到底。崔教授，崔教授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那个，我太紧张了，一时没注意。别跟我解释，快上去跟他道歉。如果他坚持要投诉，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了。快去呀！知道了。
你道歉的，你能不能？崔教授，给您造成伤害，我真的很抱歉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投诉你，是对我自己负责任。我希望下次再来买东西的时候，不会因为你的粗心而令我受到伤害。下次保证不再让您受到伤害。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特别重要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怎么了？我有幽闭恐惧症。我答应你，我不投诉你了啊！谢谢。哎，你怎么了啊？怎么了？繁星。崔教授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没事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崔教授。哎，你是怎么得的幽闭恐惧症？听我妈说，好像是我小时候有一次玩耍太调皮了，掉到枯井里了，才得的这个病。明白了，那你先休息一会儿再走吧，下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了。下次一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我去送送你。不用了，你坐这里休息一会儿啊。走了。哦，谢谢。慢走啊。晚安了。晚安。等一下。嗯。干嘛啊？噔。好可爱哦！这是谁的狗啊？啊，狗狗。你不是说你喜欢狗吗？然后整天说给那些流浪狗一个家。它是一只流浪狗，给它一个家吧。好可怜呢，这只狗。不怕不怕啊。哎，它叫什么名字啊？Sorry。Sorry。Sorry。嗨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叶繁星。很高兴认识你哦。嗨，不要害怕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，好不好？嘿，小乖，跟我回家喽，么么哒。么么哒。哇哦，好乖好乖。哎 ，Hello， 我是叶繁星。你是 Sorry。还吐舌头呢？怎么会有只狗呢？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，它叫 Sorry。来，妈，你看看它多乖啊，超可爱啊！在街上捡回来是养不熟的，明天拿走的。妈，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狗，您能不能让我养它，把它留下来啊？要不这样，我把它放在楼上，我绝对不会带它下来的。你现在忙得连找妹妹的时间都没有，你还有这个闲心养狗？
吃了吗？还没呢，我在整理资料。哦，有个事儿我想拜托你啊。我特别想养一只小狗，但是我妈不让我把它养在家里，所以能不能养在你家？当然可以了，你放我这里可以啊。不过你知道我那么忙，一天到晚出差，我怕我照顾不好它。哦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让玉嫂来负责养它。这样啊，不了，那我再想想办法吧。晚安。晚安。那你早点睡吧。拜。Sorry， 真的要 say sorry 吗？昨天才说你有爱心，你今天就抱着狗想干嘛？我妈她不让我在家里养 Sorry， 可是我又舍不得它。你妈不让你养，那只能丢掉喽。丢掉？当然不要。你就不能重新想一个地方养它吗？我知道一个地方。喂，干嘛带我来这儿啊？我家啊。你家？对，我住在这儿啊。这健身房。你就住这里啊？实习期间工资太低了，租不起房，所以正好在这帮忙，就住这儿喽。走了，看够了没有？看够了没有？走了。去。睡在帐篷里。以后 Sorry 就让他住这儿喽。哎 ，Sorry， 先来跑跑吧。去吧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每次见到你都觉得你是穿好了繁星牌笑容才出门，像今天这样天真的笑容，不做作，不假装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，很美。这个是因为这里很美，你别想太多啊。这个，什么 ？Sorry， 我觉得还是不要叫 Sorry 比较好。每天有个人一直说抱歉、抱歉、对不起，这样很奇怪吧？那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富士美，小美。那不是我吗？Sorry。这下 Sorry 真的要叫 Sorry 了。给我修改的衣服吗？我按照您的要求，给您缩小腰身，有什么不妥吗？我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很会演戏嘛！你分明就是故意的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投诉你？要投诉啊？一起吧。
正好我也要投诉我一个女同事，用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篡改了一个重要的数据，让 Showtime 蒙受了重大损失。哼，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所以，你不知道这个同事是谁？没关系，我可以邀请你一起去复印室看监控录像。我说繁星啊，我只不过是教育一下小朋友，瞧你小题大做的，搞得真的跟你亲戚一样。他有空跟我去投诉，我还没空带着他玩呢。没空最好，有这个时间还是精进一下业务比较好。繁星姐，谢谢你替我解围。应该的。繁星姐虽然不是我的亲姐姐，但却像亲姐姐一样爱我。我妈呢，虽然不是我亲妈，但也像我亲妈妈一样对我好。唉，我就觉得吧，我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全宇宙。哼，不是你亲生妈妈？嗯。你们看起来感情很好啊。崔教授对繁星姐应该很好吧？崔教授虽然看起来冷冰冰的，但其实他人很好的。上一次我不小心针扎到他了，他都决定不对我投诉了呢。哎，对了，繁星姐，你是不是有一个亲姐妹啊？什么意思？上次崔教授来选衣服的时候，说是帮他女儿选的，但好像又不是繁星姐。我之前有一个妹妹，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。我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脾气一直不太好。如果你在跟她交往的过程当中有任何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，你千万不要怪她。哎呀，不会的，怎么会呢？崔教授一定是很爱他的小女儿。我听李组长说啊，每到换季的时候，崔教授都会给他女儿选一套衣服。崔教授一定是因为太过伤心，所以……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繁星姐一定跟她妈妈一样，为了失去妹妹而伤心吧。肖老这次对林叔他们的处罚非常严厉，不仅让他们赔偿集团的全部损失，而且连他们之前的原始期权都没收了。看来肖老这次是丝毫不留情面啊！怎么会不留？肖老看在他们是公司元老的份上，保留了他们公司的职位。那肖总，您的意思是？梁叔这次推林叔出来，就是想试探公司的底线。如果我们真的心软的话，将来恐怕很难服众。所以，林叔绝对不能留在公司的高层。喂，你好。阳光会所是吗？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送到。我去阳光会所送衣服了啊！好。小韩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让我离开管理层啊？你也不睁大眼睛看看，阳光集团是谁打拼出来的？哎，你还有完没完呢？我已经把我的股份都拿出来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林叔，我会建议董事长在经济利益上面为你有所保留，毕竟你是公司元老。但是你的所作所为，从今往后已经不能在公司担任任何职位。哼，小韩呐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你只不过是董事长请过来的高级打工仔而已。这公司你说了不算的。确实，在公司我说了不算。
所以我只能照章办事。您别忘了，您入职的时候签的入职合约书里有明确的规定，如果有违反的话，就必须要退出公司管理层。那上面你的签名清清楚楚，你要不要回去确认一下？这是什么条款？我不承认的。不承认我也没办法，我也只是个打工仔。哎，站住！喂，你站住！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一老一小要将我林叔赶尽杀绝是吧？啊！你想我死，我也不让你活！住手！不许伤害我小汉哥！你给我等着！林叔，完蛋了，我是不是闯祸了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啊，我忘记拿衣服，我搜衣服去了。4月，哎，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，还说让你去下天台。鞋子。4月，小汉哥，你认得我了？果然女大18变，没想到我们还有机会再次重逢。其实我早就认出来你了，只不过没有跟你打招呼，怕你不记得我。还是从送鞋子开始。哎，对了，小汉哥，为什么刚才那个人对你那么凶啊？商场如战场，有些事情会身不由己。不如说说你什么时候记起我的？你还记得那杯新型泡沫拉花咖啡吗？记得。那是我做的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？因为我不知道见到你第一面的时候该说什么。当然是说说这些年你都做了些什么。我明明已经安排好资助你去上学，可是突然有一天，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，跟你联系不上了。因为那个时候上学，被人诬陷成小偷，我一气之下，为了证明清白，就退学了。你呢，小汉哥？我记得当时你弹钢琴特别好听，你现在还弹吗？喂，肖总，林叔的手下来闹事了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改天请你喝咖啡。好。崔教授，您的衣服我已经给您整理好了，这一次我仔细检查过了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但愿如此了。崔教授，您这么疼爱您的小女儿，她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很幸福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您的小女儿在天之灵。谁说我小女儿死了？然后新素材做成30分钟时长的片段给我，最好快一点。没问题。好。崔教授早。你跟4月都讲了什么？啊？你跟4月都讲了什么？我没跟他说。你怎么可以跟他说你妹妹死了？为什么你这么歹毒？
为什么你要诅咒你妹妹？原来你一直都觉得你妹妹死了，这就是你心里最想说的话了。我怎么可能盼着妹妹死呢？我不许你再讲这个字！我要你现在立刻去跟四月讲，说你妹妹不但没有死，还生活的好好的。马上去！去啊！妈，等一下我们去跟四月解释完之后，我帮你去挑几件衣服吧。啊，你提醒我了。未来的1个月，你每天给我穿红色的衣服。啊？红色？1个月？为什么？因为高人跟我说，我们家里一哭一荣，屋内太繁盛，屋外就进不来。只有你穿红衣服才能化解这件事，那你妹妹才有机会回来。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您还相信什么高人说的话？再说了，我的工作属性你也是知道的，我哪能1个月都穿红色啊？观众不得崩溃了？穿红衣服有什么问题啊？不可以常常换颜色吗？难道你现在的工作不是看你才能，而是看你穿什么衣服？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想证明你是真的想找你妹妹回来的话，那你就按照我说的话去做。还有，我提醒你啊，你答应我在3个月之内找到你妹妹，现在已经过了半个月了。如果你还不抓紧时间的话，到时候真的找不到，我真的说得出做得到。繁星姐，崔教授，欢迎。说。我上次跟你说我妹妹去世了，实际上是走失了。啊？哦。妈，我说完了，去上班了。等一下。你店里有没有什么大红颜色的衣服？给我拿出来。哦，好的。崔教授，这2件衣服的款式差不多，但是风格和韵味不一样。您是要试哪一件呢？还是试2件呢？2件吧。哦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妈，还是不要了吧。那我就直接买下来了。丹尼斯呢？哦，他着急开会，先走了。哎，今天有什么情况啊？穿这么鲜艳啊？恨嫁恨到这种地步啊！傅夏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上下班接送我。为什么？我又不是你司机。现在就是了。哎，叶姬倩，你想跟我朝夕？
不好意思啊，已经在路上了。知道了，必须等我们啊！啊，谢谢啊，真的不好意思。Come on, baby。快了。好 ，Go， 走。伯母妈。丹尼斯，你先下去等我，我妈找我有点急事儿，我很快就来。真的很急，快啊！妈，你早上出门不是穿的红衣服吗？您听我解释啊，我等一下要去采访的对象，他刚刚失去了亲人，心情很悲痛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穿红色去，因为太不合适了。但是妈，我保证，只要我采访完之后，我立刻马上换上红色，好吗？你为什么总是能讲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？这次又说你的采访对象很悲痛，那下次呢？每天都有无数的天灾人祸，那你以后可以一条条的编下去了。妈，我没有编，这是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。你看，我现在不管你那么多，你总是出尔反尔，阳奉阴违，你还好意思说我不体谅你？好，我今天就不体谅你。如果你不把红衣服换回来，我就不让你出这个门。妈，怎么办呢？繁星姐还不下来，怎么不要办呢？着急，以我跟了他5年的经验呢，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耽误这次采访的。哎，别捣鼓什么啊！我上去看看。喂，不要多事啊！嘿，大师。啊？你说红衣服的事情是弄错了？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晚一点再去拜会你。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妈，我都跟您说了，这是无稽之谈嘛。大师突然打这个电话来，是不是你找人恐吓他？啊？我没有。繁星，我知道有些事你觉得很荒谬，我也未必深信不疑。不过我真的没有办法。不管这件事是对是错，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，但只要能找到你妹妹，每一条路我都一定要试。妈，哎，伯母你好！哎呦，终于出来了！哎，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！妈，哎呀，赶紧的！哎，喂，走。为什么？走了。这个采访是公司指定繁星姐做的。对啊。怎么了？走啊！现场说，李宝英的团队到了，采访开始了。喝点热的，暖暖身子吧。你要是真的着凉了，就太不值了。别人说不定还会以为你因为失去了节目就一病不起了呢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也不想让李宝英看笑话，对吧？嗯。我知道这件事对你这样一个工作狂人来说肯定会不爽。但谁的生活会一帆风顺呢？最重要的是你要怎么爬起来才是重点。你那么坚强又那么有韧劲儿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赢。我就等着看你的翻身仗吧。好了，那我就不打搅你了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谢谢你。喂。我特意在餐厅订了位置，待会儿去接你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，庆祝一下。庆祝？庆祝什么？伯母没跟你说，从明天开始你不用穿红衣服了。我知道了。
但是饭就不用吃了吧？我今天头挺疼的，想早点回去休息。你头疼啊？要不要看医生？不用，睡一觉就好了，放心吧。那好吧，那你休息啊。拜拜。喂，思月。喂，小韩哥，你想不想尝试一下平民街边大排档？大排档就算了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本来约了个朋友吃饭，他临时不舒服就取消了，你过来跟我吃饭吧。真的吗？好。这边请。什么时候点餐？现在吧。啊，好的。哎，为什么会有我们公司的 logo 啊？这家餐厅啊，是我们阳光集团入股的。那我以后要带客户来吃饭，小韩哥你可要给我打折哦。没问题啊。庆祝我们重逢。再也不分开。快吃吧。小韩哥，我能问你一个比较隐私的问题吗？什么隐私的问题？你有女朋友吗？累了吧？喝杯咖啡提提神吧。谢谢。繁星啊，龚总监，有件事和你说一下，我们的竞争公司邀请了传媒巨亨何耀光做节目。这个嘉宾啊太重要了，我们的节目如果想有胜算的话，除非邀请阳光集团的创始人肖泰文出山。肖老，我知道，肖老这个人比较古怪，而且平时媒体曝光也几乎是零。可是啊，咱们这个节目已经是播出方领导认可的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把这个何耀光给比下去。好，我们尽力。肖老，就你了，把阳光集团和肖老的所有资料都整理出来，我明天上午就要。又是我，加油！怎么吃成这个样子？是这辈子都没吃过饭吗？谁让你带我来这么好吃的地方啊？下次不准带我吃这么好吃的。这倒好，请你吃顿好吃的，还碰了一鼻子灰。好，好，好，都是我不好。哦，对了，忘了问你，现在当 VIP 导购做的怎么样了？压力大不大？压力倒是挺大，但是很开心啊，因为能赚好多钱，比以前多多了。那你赚钱想干什么呢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攒够钱呢，买一架钢琴，新的买不起，二手的总行吧？你怎么会想买钢琴呢？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要把钢琴弹得跟你一样好。这倒不难，但是你会挑琴吗？不会。
繁星啊，啊，我正好和一个朋友在一起，这个朋友你一定要见一见。萧寒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不能陪你吃饭了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我想通了一件事情，我完全想通了。丢掉一个节目又怎么样？风头一时被人盖过去又怎么样？来日方长，我还有很多机会。我是叶繁星，我一定可以把我失去的完全拿回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在吃饭吗？你先吃吧。拜。萧寒哥，我也去打个电话。喂，哎，喂，繁星姐，你猜我跟谁在一起？谁啊？是我的梦中情人，他今晚不仅请我吃饭，还……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有点忙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明天去找你，听听你的故事，好吗？好。好，拜。拜。喂，繁星姐。喂，四月，今天中午有空吗？有啊。我正好去你那儿拿衣服，顺便请你吃个饭。好。好，一会儿见。这个我喜欢。喜欢啊，那就要它了。好的。刷卡吧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好。什么时候变这么有钱了？下来好。肖老，您真是好久没来了。给他挑几件好的啊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这边请。这些都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，您可以看一下。就这几件。你们这的眼光真是越来越差。您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帮您再挑一下。不过这姐，你隐藏的够深的，有个这么有钱的爸爸，还这么疼爱你，我真羡慕。说什么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哪儿找来这么个丫头，素质这么差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肖老，我会好好教育她的。她就是情商太低了，但是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调教。思月，赶紧跟我来一下。走，对不起，请稍等啊。你看他这样说人家。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我跟你说，以后你在这儿少说话。你要是得罪了他，就别想在这儿干了。我还想创下这么大一个商业帝国的人有多厉害，搞了半天还是个老色狼。你懂什么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。肖老这辈子啊，很不容易的。虽然他事业做得很成功，但听说他的家人都相继去世了。现世报啊！四月，这里不是你的道德大讲堂，我们在这里啊，就是做好自己的服务。评判的事情不用你来说。2个小时之后你还在吧？啊，在。我2个小时之后过来，你准备好现金。好的，我现在去准备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把买的东西都换成现金啊。怎么样？
提款机。今天早上我看到他给一个男人买手表，我想他的钱是怎么来的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哎，亲爱的，别听他瞎说。今天早上那个男的是我弟，我表弟。表弟？够了！你非要告诉我这事干什么呀你？让你知道你被骗了呀！闭嘴！你给我跪下，道歉！我没错，该跪的人是芝姐。你。你怎么打人啊你？来，我看看怎么样，没事吧？流血了。你这是故意伤人，我可以告你。你就是叶繁星，肖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嗯。亲爱的，哎呦！有点疼啊，忍着点。记得啊，你现在可千万不能碰水，碰了水就会发炎的，留个疤特别不好看，知道吗？记得啊。你记住了。繁星姐，我觉得我太幸福了，亲姐姐也不过如此吧。那你也不能因为这个受伤啊。哎，思月，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说话说得好好的就吵起来了呢？想想这个事儿，我就来气。我看他身边那个女的骗他钱，哎，我好心提醒他，哎，他把气撒在我身上，还打了我。你说他什么人呢？哎，算我倒霉，真是好心没好报。哎，对了，繁星姐，我要跟你说件事儿。最近我遇到我那个暗恋对象了。真的啊？本来10几年没见，我以为再也不会见到他了呢。哎，你说巧不巧？前段时间刚好遇上了。你看吧，我就说这是缘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他还跟以前一样，又帅，又聪明，又善良，还会弹钢琴。你说一个人怎么能这么完美呢？你看啊，你跟我喜欢的就是2种人，而不像我男朋友，他就是那种非常冷静，然后理性大于感性的那种人，高冷。那他帅不帅？帅倒是挺帅气的，这点和他很像。哎，繁星姐现在的生活就是我的理想生活。高贵、优雅，还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工作。我这一辈子啊，肯定达不到这个水平了。但是呢，我还想嫁给他，给他生个宝宝。那我傻乎乎的过这辈子也行啊。你都想到结婚、生孩子这件事了？那他知道你喜欢他吗？这个我还没跟他说啊。哎，你说他会答应我吗？你试试嘛，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答应呢？而且，我觉得你应该勇敢大胆的表露你的心境，告诉他你喜欢他，让他知道你的心意呀。但是你确定他现在还是单身，还没有女朋友？就算他有女朋友，我也要抢过来。有骨气。好，那到时候等你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一定要介绍给我认识。一定。你要的肖老的资料我都整理好了。现在应该没有用了吧？用不到了。这个人我算是彻底得罪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刚才我去找4月，看到一个老头恶狠狠地在骂他，不仅骂他还打他，把头都已经打破了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就冲过去一把把他推到沙发上。等他一转头，
就是肖老。不意外啊，这个臭老头什么恶心的事干不出来。哎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是找不到他的话，他肯定会被别的竞争公司抢走。那到时候，我们怎么跟上面交代啊？不行，你去哪儿啊？想办法。肖老，叶小姐来了。肖老，我今天是特意来向您道歉的。今天中午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请您原谅。另外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您奋斗了这么多年，身上一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，而且有很多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的经验。希望您可以给我们公司一个机会，也给这一代年轻人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可以吗？我知道你不就是大名鼎鼎的叶繁星吗？上次我们集团的事件，就是你们节目组曝光的嘛，搞臭了我们阳光集团的名声，我还没来得及给你算账，今天你又对我出言不逊，哎，你竟然还有脸来叫我做你的节目？肖老，这些都是误会，相信您大人有大量，一定不会介怀的，对吧？巧了，我啊，就是那个爱打人又小气又爱记仇的老头。我看你啊，还是回去吧。我本来就不会上什么电视节目，我也更不会和你叶繁星扯上一点关系。管家，肖老在。送客。是，叶小姐，请。心里还不舒服啊？想想待会儿吃什么？没胃口。其实你这次吃闭门羹是意料之中的事。肖老对之前的事情，本来就对你有成见。哎，你这访问是不是非做不可？是，非做不可。越是难迈的坎儿，我就越要迈过去。哼！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我叶繁星做不到的节目。你看你这脾气。干嘛？你帮我去劝劝肖老，你就跟他说，我不仅节目主持得好、漂亮、有气质，哎，你听我说。重点是，我专业做事认真。如果上了我们的节目，对于阳光集团也是个正面的宣传嘛，对不对？肖老的脾气啊，比你还轴呢。只要他认定的事情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人能够让他改变的。我就不相信，竟然会没有弱点。我倒是想起一个人。谁呀？说嘛。傅夏。啊？傅夏。肖董，您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嗨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了，哼，好，哼，能好到哪儿去啊？可您在别人眼里啊，可是想够都够不着的商界传奇人物啊。哪个别人啊？叶繁星？小韩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私底下什么关系。哎，
怎么他还不死心，又把你给抬出来了？谁来都不行。您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吗？不过这次，我可不是为了他，我是为了傅夏。这臭小子又怎么了？你也知道。你找我啊？要我帮你买咖啡吗？买好了。我觉得让你做一些像买咖啡这种跑腿的事情太没有含金量了，所以我准备给你安排一些有含金量的工作。你终于知道我的能力了。今天我要给你安排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关乎于节目的成败，你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没问题，我绝对给你办得妥妥的。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你现在呢，就去帮我找一个人，而且务必保证他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这个人就是肖老。肖老。